主航2025年7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险恶中间见证基督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24章第1节到2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。5日后，大祭司阿拿尼亚甲几若个长老，以及一个叫做帖托罗的律师来到凯撒利亚，因伫菲利斯总督面前告保罗。保罗一个受调出庭，帖托罗就甲伊控告讲：菲利斯阁下，因为你鲜明的治理，互阮享受太平，所施行的济济改革，嘛互国家得到进步。你的德政，互阮逐时逐位感谢不尽。我毋敢耽误你伤久，求你宽容来听阮简要的申诉。阮看这个人是一个危险人物，伫全世界的犹太人中间作乱，是拿撒勒党的首领。伊想要污染圣殿，阮就甲伊抓起来。有的草本煞则有，阮本来想要照阮家己的律法，甲伊审判，无拍算，指挥官路西亚干涉，将伊对阮手中强抢去，命令各伊的人着来你遮。有的草本煞则有，阮本来想要照阮家己的律法，甲伊审判，无拍算，指挥官路西亚干涉，将伊对阮手中强抢去，命令各伊的人着来你遮。你亲身审问这人，就会明白阮控告伊一切的代志。在场的犹太人嘛拢支持这个控告，讲事情确实是安尼。总督对保罗示意，叫伊发言。保罗就讲：我知你伫本国判案真侪年，我愿意伫你面前为着家己辩护。你调查就会明白，对我上耶路撒冷敬拜到今仔日只有12日。犹太人并无看到我伫圣殿甲人辩论，嘛无看到我伫会堂也是市内煽动群众。因嘛袂当对你提出现在伫控告我的证据。不过，我着对你承认一项事，就是我照因看做是异端的道路，敬拜阮祖先的上帝，相信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所记载的一切。我对上帝有囥甲因同款的愿望，就是无论好人也是歹人，拢会对死搁活。因为安尼，我对上帝甲人拢尽力保持清白的良心。我离开耶路撒冷几若年后，搁转去，是摕一寡钱要去救济同胞，搁献祭物。因伫圣殿看到我的时，我已经完成洁净礼伫献祭。迄时无群众，嘛无扰乱。敢若有几若个对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伫遐，因若要控告我，应该家己来你的面前告我才对。若无，我伫议会申诉的时，因着指出我有做甚物毋对。只有一项事，因袂当甲我控告，就是我捌徛伫因中间大声讲：我今仔日受恁审判，是为着死人会搁活。菲利斯对这个道路相当清楚，就宣布退庭，对因讲：听候指挥官路西亚来，我才判决恁的案件。然后菲利斯命令迄个军官固守保罗，互伊有淡薄自由，
搁准伊的朋友带伊所欠用的物件来互伊。几若日后，菲利斯甲伊的犹太夫人土色拉来，伊找人叫保罗出来，要听伊讲论关系信基督耶稣的事。保罗讲到公义、节制甲将来的审判，菲利斯感觉惊吓，就对保罗讲：即摆到遮就好，有机会我则搁调你来。相时，伊嘛有伫期待保罗会送钱互伊，因为常常叫保罗出来甲伊谈论。经过2年，讨求菲斯都接菲利斯做总督。菲利斯为着要互犹太人欢喜，继续甲保罗关入监里。伫险恶中间见证基督。保罗面对即场审判，通讲是人性虚伪、扭曲甲贪心的现形记。首先是互保罗形容做擦甲白白的墙的大祭司阿拿尼亚的恶意，其次是甲占卜的政治领袖铺做鲜明治理的大人。剃目睭讲白贼话却面袂红的律师帖土罗，最后是看哪像公义正直，实际指望保罗私底下送钱的贪官菲利斯。面对人性的虚伪、扭曲甲贪心，保罗不但无受阴险的指控击倒，反倒满有智慧的对敌对者的思维中找到弱点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保罗实施律法甲先知书，因为安尼，当伊遭受大祭司阿拿尼亚恶意指控的时，伊用“我受审问，是因为望死人”的句话来回应。面对应当只恶扬善，却剃目睭讲白贼话的律师帖土罗，保罗用无论善恶，拢咧对四句话来回应，搁借机会传基督的福音。面对身在高位却贪财的菲利斯，保罗搁常常保持着清白的良心来回应。保罗的作为除了显明基督徒的勇气，也借机点出福音会当赢过人性的软弱。保罗满有智慧的回应，凸显伊的博学甲智慧，也互咱当代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提醒：咱是毋是亲像保罗安尼满有智慧，在见证基督、传扬福音，也是甲福音变平化、结way化咧？试想，假使保罗简单家己讲，家己想要宣扬伊家己所要表达的福音信息，想必即阵险恶的人一定听袂落去，伊搁较无法度对抗顶面这个人心的险恶。若毋是保罗对罗马人的身份、犹太人的血统中，掌握着犹太人的愿望甲罗马人的欲望，巧妙宣扬主的道理，福音也无法度对罗马帝国传开，搁也无法度传来到台湾。1627年，荷兰时代期间，George Kennedy 就诚侪首位来台湾的宣教师，新港社就是今仔日的台南新市的西拉雅族宣扬基督。伊伫福尔摩沙岛的对话甲简短的故事，记录当当时西拉雅族的社会、宗教甲风俗。为着传福音，佮用罗马拼音创造新港文字，编写西拉雅族的词典，
甲基督文、教理问答、甲马太福音等翻译做希腊雅族的语言。伊所留落来的文字和记录，为希腊雅族甲台湾历史带来深远的影响。时至今日，台湾基督教教会是毋是还有缘有定居伫本土、实质乡土的传统，也是互济的福音口号、音调，互神学基建甲政治纷争压死咧。愿主保守基督教会袂跌到脱离主流社会，敢若伫同温层的数字圈中间互相误烧，变成同质性哪悬离真理却哪远的信仰团体。默想，我的教会是毋是同质性哪来哪悬，同温层愈来愈高？我愿意跳脱数字圈无？我的教会是毋是同质性哪来哪悬，同温层愈来愈高？我愿意跳脱数字圈无？咱来祈祷，创造万物、万国、万民的上主，你是智慧、勇气、呼召甲愿望的源头。当年捌赐予保罗智慧甲勇气，今日也愿你赐了属灵的眼光，互正教会，互阮会当看见你丰盛的赏赐，也愿圣神感动我，通伫生活中见证基督，佮宣扬你的丰富恩典甲怜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